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种的过境鸟，叫做花嘴鸭。只有寒天才会飞来台湾，也毋过因为气候的变化，即摆拢会直接留伫咧台湾生产后一代。这个台东的太平溪就出现一幕可爱的画面，有一只鸭母妈妈带着11只鸭咪仔宝宝，这个一带11的景象，鸟友拢笑讲，这个鸭母妈妈实在真无用。 对妈妈做伙出去耍，不过只唔难5只鸭，上细一算总共有11只鸭宝宝。这阵鸭全部对伫妈妈后壁，真自在咧游，因叫做花嘴鸭。规身躯拢是咖啡色，嘴型真扁真白。上特别的是嘴的头前是黄色，所以佫叫斑嘴鸭。原本是过冬鸟，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，已经开始伫台湾大。气候的变化吼，它现在。 有很多花嘴鸭都已经变成留鸟的了，再像台东来讲，哇，卑南溪整个河流、溪流都很多了啊，一些湿地像大坡池啦、资本湿地也都很多啊。每年3、4月份就是花嘴鸭的生产期，台东太平溪口就出现这几个花鸭做伙出门食物件的古锥画面。只不过这只鸭妈妈一摆就生11只宝宝。 只只带11只场景，互边的民众拢讲，妈妈实在有够无闲。